第3章，遺跡懸賞引心動，王大力盯着告示，眼中閃爍着躍躍欲試的光芒。他轉頭看向魯西亞，說道：魯西亞，我想嘗試去解除那個遺跡的黑暗詛咒。魯西亞聽後，臉上露出擔憂的神色，說道：王大力，那個古老遺跡據說被強大的黑暗魔法籠罩，進去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來的。即便有實力強大的魔法師組隊前往，也大多鎩羽而歸。你還是不要輕易冒險。王大力感激魯西亞的關心，但他堅定地說：魯西亞，我知道危險重重，但我有預感，我或許能做到，而且這對我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。豐厚懸賞能讓我在這個世界更好地立足，也能幫我更快地了解這個世界的魔法體系。魯西亞見王大力態度堅決，思索片刻後說：既然你心意已決，我也不勸你放棄了。我認識一些隱月城的冒險者，他們經驗豐富，實力也不弱。如果他們願意和你一起前往，或許成功的幾率會大一些。我可以幫你聯繫他們。王大力大喜，連忙道謝：那就太感謝你了，魯西亞。若能與經驗豐富的冒險者同行，我心裏也更有底。於是，魯西亞帶着王大力來到了隱月城的冒險者公會。公會大廳內熱鬧非凡，形形色色的冒險者們聚集在這裏，有的在討論任務，有的在展示冒險中獲得的稀奇物品。魯西亞在人群中尋找着，很快，他看到了幾個熟悉的身影：卡爾、艾莉絲和里昂。卡爾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戰士，全身肌肉緊實，手持一把大劍，他的眼神堅毅，一看就身經百戰。艾莉絲是一名精靈族的弓箭手，她有着修長的身材和尖尖的耳朵，背後背着一把精緻的長弓，箭筒裡裝滿了散發着魔法光芒的箭矢。里昂則是一名魔法師，身着藍色長袍，手中握着一根鑲嵌着藍寶石的法掌，眼神中透着睿智。魯西亞走上前去，和他們說明了王大力的想法以及遺跡懸賞的事情。卡爾摸着下巴，沉思片刻後說：那個遺跡的黑暗詛咒確實棘手，但既然有如此豐厚的懸賞，倒也值得一試。而且看這位王大力兄弟身手不凡，或許我們聯手真能成功。艾莉絲和里昂對視一眼。